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阿母啊，你来哦，来遮坐啦。啊，唔来要安怎？啊，恁安尼规家口拢来踮的，啊放我家己坐啊，孤大老人踮咧坐啊。小芳啊，我迄个金孙福将啊，他会无快人啊？哎，他都会给他装水啦，即马忙着照顾他佚佗啊。免走免走。有啥好，再来哈。对，多谢。可能伫遮附近啦，母。下面就转来啊啦。哦。啊，阿嬷，听我讲吼，你甲金龙去溪边佚佗呢，啊金龙唔肯带去，啊唔知带走去无吼？啊，去溪仔边哦。哎呦，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阿喜呀，师妹啊，恁两个嘛好心好行，唔通安尼甲我故作生理，紧去甲我找看觅我迄个金孙福将啊走去倒啦，紧啦！阿母，免烦恼啦，啊无一定会走去溪仔边啊。哎，你就是安尼啦。阿姨啊，你紧去找啦，啊无吼阿母会烦恼啦，紧嘞吼，叫我来啦。阿妈，你去找一个好啦。紧啦。喂，双喜小吃店。哈？安那安尼啦？福将咱无咧徛底啦。好啦，好，阮早水挂过吼。你哦，这有什么鱼啊？紧嘞！爸，阿姨，安怎？阿姨，我的金孙安怎？即摆？医生要过来你急救啦。那安尼啦？金龙，你怎么那么人？你连弟弟都看不好，你去做哥哥怎么当的？你怎么当的？阿金，你莫怪金龙啊，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阮真正是袂好家救啊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就顾着忙店里的生意。福将什么时候跑到河边去，我都不知道。妈祖婆啊，观世音菩萨啦，天公伯啊，恁来跳保庇的，保庇我的金孙平安无代志。这关若拖会过哦，我感觉老死人哦，做牛做马都甘愿啦。保庇的。师妹，阿喜，我叫你去妈呢。我可能去救了。师妹，我讲哦，最近有天祥啦，无代志啦。
嘿啦，福将哦，细汉的时阵，我若抱去先的遐，甲算过命，人讲哦，伊迄命吼是吼大富大贵长岁寿，袂有代志啦，嘿啦。妈，无代志啦，你放心啦。袂用啊，你毋是甲我讲你甲金良出去，啊好像咱会缀恁出去，你若无甲顾得好，害伊跋喺溪仔底哈。拢怪我，无顾好食。你先出来，出来。你先安怎？我的金孙呢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哪里啦？红酒。福将。种的，阿嬷爱困来哦，爱困，阿嬷抱你转来厝会困吼。来，阿嬷抱你。阿母，你要创啥？我要抱我的金孙来别间病院啊，这间病院拢赤脚身啊，无效啦。我要带伊来去仙姑遐。阿母，无路用啦，我将伊死啊啦！你后壁讲啥？我的金孙，伊大富大贵，伊长岁寿，伊要哪有可能死？你莫后壁讲，我要带伊来去仙姑遐。来，阿嬷抱，阿嬷抱哦，来。我就袂清醒了。你袂阁叫阿妈，袂阁叫妈妈啦，我就已经死了。金孙我叫啊，金孙啊，我的心肝孙啊，我的心肝，你来这对面。
理想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来，阿姆加油啊！阿姆，你药也毋着爱食，走元气。你安尼啥物物件也毋食也毋啉，身体哪会堪的啦？人哋讲，有烧香就有保庇。我若看到庙就拜，见到神就磕头，就求因讲大予我的金孙福将，平安到大汉。是安怎即摆菩萨无要听我的话？我的福将安尼早就去做阿公。你莫安尼想啦，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你诚心替福将求福，我相信天公伯也甲菩萨，因袂毋知影。敢若因为怪福将，伊家己的命较保，袂负大汉。我哪会遮歹命？伊啊，因老爸足早就过身啊！我家己一个查某人，带四个囝，工煮饭、洗衫、打砖啊，啥物工课我都做，结果阿姨啊，因三个大爷嘛是安尼早就死。剩阿姨啊，这个后生，我就叫伊讲哦，都爱带你，伊都无要听我的话，教我带一个酒馆查某，人咧讲。带着酒馆查某是歹结条啦。我是想讲，因翁救阿姨啊一条命，我才予伊踏入阮东家的大门。70几年来。讲拢平安无代志，伊阁甲我生一个金孙福将，我心肝内一个欢喜，讲阮东家出头天啊，千算万算毋达着天一位，我的金孙。我的金孙福将，啊！你早就死来遮济命阿姆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你阁有金良啊！师妹，拄啊，阿姆讲的话你莫囥在心内啦。爱念的遐大，有嘴无心，讲起就煞。我知影，我要心安袂去，袂食倒，我搁来添一碗。
委屈你啊，总是，你搁要照顾阿母。你通安尼讲，这是我做新妇应该做的。嘛是甲我同款的艰苦，我只是咧想，你敢会甲阿母同款，甲福将的心，挂伫金良的心上。你会袂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阿妈，你甲金良起来啦，已经跪足久安呢。哟，来阿嬷遮，阿妈，我叫你来遮啦。阿妈，莫生气啊啦。人死就死啊，还佫跪伫遮，福州嘛袂佫活过来。景龙，阿妈不肯原谅你，你就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你这样跪着，福将就能活过来吗？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，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儿子，心也跟着死了。我不想让你担心，可是一想到福将的死，我的心就揪在一起。只有跪在这里，我的心才有觉。你莫抓住讲你用迄个苦力计，一直跪在遐，我就会原谅你先，免孝想啦。你还是阮当家，我的金孙福将，我这世人永远都袂原谅你啦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金良安怎讲嘛是你的孙，伊嘛是你的等家大汉的啊。伫等家大汉的，听到这，我就开腹火。你安尼伫等家食，等家大，想袂到，还是阮等家唯一的孙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！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莫生气，来休息吼，来。阿喜，恁着替金良讲几句仔好话，莫定定徛遐拢无出声。恁拢免替讲话啊！若毋是去溪仔边，我就嘛袂缀伊去。我的金孙嘛要抱落去溪仔这是毋是？毋是，还是我就无是啥物人？